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陈伟明。咱讲今日是11月11号，有人叫做是这个铁枝罗汉脚节啦，华语叫做是光棍节啦吼。那么知影这是10几年前这中国人制造出来这个节日，透过今日双11啦吼，为人拼死拼、拼俗、拼买卖啦吼。咱嘛讲到这个网络的这个经销业，嘛特别拍折优待啦吼。啊，今年咱讲哦，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啦吼，真正这个买起哦，佫称悬佫称一个啦吼。那么讲吼，大家伫出去买物件。啊，咱嘛看到讲哦，一个数字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阿里巴巴天鸟网哦，业绩个创纪录啦吼。虽然过去都有这个媒体咧分析讲哦，哇，未少这个业绩实在是这个厂商哦，家己伫遐灌水碰风的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哦，透过今日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电子商务这个店头确实嘛是推出到真济这个吼有探头的这个物件吼，啊嘛有这个消费者来扣赎啦吼。另外，咱嘛要来讲到这件代志啦吼，就是讲吼，对出版业来讲，真正嘛是真头壳疼的一个代志。安怎讲咧？咱嘛看到，因为这个双11吼，要拼俗、拼介绍，这回拼到倒位去？拼到这个册来啦吼。咱嘛看到讲过去吼，伫咧这个网络顶已经有这个7、9折啦吼，啊，即阵吼是6、6折吼，真正是老火老甜吼，这个拍甲见骨啦吼。啊，但是即阵咧，嘛有人来开始抗议啊，抗议啥咧？咱就讲吼，哇，真正这个独立册店看到遮吼。感觉心有够寒的寒啦吼，咱讲吼联手做伙伫咧11月11，咱讲双11这一天吼，真正要来甲停业啦吼，就是停一天尔吼，要来抗议讲哇，这个咱讲电子商务的这个平台吼，有这款代志吼，啊，即阵已经断然啦吼，就是伫今仔日停业一天啊，因为过去咧这个下介绍袂久长啦吼，所以咱嘛看讲哇，真正这个电子商务者吼，嘛有紧来回应讲吼，看到因安尼抗议啊，伊回应讲这毋是常态啦吼，但是这凸显了什么款的这个现象呢？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讨论。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乱树卡册房创办人江福正。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阿桥社社长兼编辑陈必骨。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主持媒体人蔡玉珍。阿明好，大家好。首先，咱要来看讲吼，哇，真正这个媒体啦吼，一直报道，我讲这个双11又搁创纪录去，啊，而且咧嘛是爱吼，请真济这个影星也好，也是明星也好来徛台啦吼。咱嘛看到讲吼，1分钟就破偌济亿、偌济条啦吼，先做来看。往年大家拢伫咧注意1月1日开始第1分钟，数字就开始跳的大荧幕。今年活动到第30分钟，阿里巴巴天猫网则发表自11月7日开始预告，一直到11月10日透早0点30分的交易价到3723亿人民币，订单上达到1秒钟58.3万笔。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量的提升。针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内部也多次开会，同步整个的预测和整个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包括人员和设备的增加。天猫网伫去年双11一天嘅成交量到2684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活动已经第12年，国家疫情，外界认为今年嘅业绩无法度再创新高，所以阿里巴巴把活动改做2阶段，也调派4000台包机加货轮来准备。反正这个阶段陆陆续续不是促销了吗？如果促销都非常很忙的。要出的货真多，业者也主动各种机器人取代人工，互效率更加提升。中国的第2大购物网站京东嘅累计下单金额，自10月2日到双11的预售促销活动，已经超过2000亿人民币。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比如像电脑、手机、数码、快消品。那京东在渠道中的份额呢，让我们足以用这些数据去描绘出不仅是大市场的趋势，而且是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细分群体的市场的消费的趋势。没有说疫情影响购物吧，但是可能购物车里面会多一点，比如说消毒液啊、酒精啊之类的。外国媒体曝光，过去双11，中国嘅业者交易价灌水灌甲真严重，真侪数字拢是业者家己开钱请人录出来业绩。也不过对双11这个大饼，大家也是想要分一地。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唔那是这个中国哈，啊自这个中国这个这日传来到台湾以后吼，这个双11啊有人搁杀进前吼，双11在咧拍介绍战吼，啊另外咧这个12月12吼，更加嘛是一个吼这日啦吼，咱讲吼真正是啊变俗拢来趁这个机会来扣惜吼消费者来讲嘛是一大福气嘛，啊唔知观众朋友到底有买真济啊无啦吼，但是这是啥物现象咧？真正讲哇，这个店头家就趁有嘛是？到尾拢是谁来谈起？咱先请这个玉珍姐甲咱说明一下。好，我相信吼，今年这个淘宝头顶的这个双11吼，业绩一定袂比以前较好。为什么咧？因为大多媒体、大多新闻讲吼，已经是第12年啊，所以吼过去这个直接销这个双11的人，今年可能无这个热情。但是我会看台是讲吼，因为最近当发生一件足大的代志，就是讲这个马云吼，因为这10几年来，和马云变成是中国的大好家人嘛，变成是首富嘛，所以吼，伊最近当发生一件代志，这件代志大家对马云的心态，甲佮伊的地位是有重大影响的。就是这个淘宝，个天猫后壁的这个蚂蚁金服，吼，伫咧这个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的前一天。正月11月初5，迄个暗时，突然间宣布讲啊，我过灯天本来要上市，结果伊吸收几条、几6条的资金，结果突然间话讲，你袂使上市，偌济遮的消费者、投资人，拢是这段时间本来想讲要趁钱，吼。因为你抽到，你差不多会当趁50%，所以你若投资100万，你可能会趁50万，吼，这是你的期望。结果咧，即马不但落空，结果我缴入的钱当时摕转来唔知，所以即马大家会惊，吼，所以这才是影响到今年这个双11业绩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过去过去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吼，美国有啥物复活节啦、感恩节啦，吼，啊个圣诞节拢会，大家拢伫遐咧抢买买物件嘛，吼。啊，所以伫咧中国，大家为着讲要互人有一个消费吼，有一个讲啊，我今仔日一定爱开钱吼，母亲节开钱，啥物节开钱，结果咯。结果因就发明一个讲吼啊，我就11月11吼，啊我就孤单啦，啊我孤单吼，我就只好来买物件吼，较袂孤单，所以这造就着讲，本来的淘宝其实吼。无啥物人伫咧头顶买物件，结果因为马云因即个淘宝推出即个政策了，哇！大家煞惯势讲，我双11一定爱买物件，我若袂买物件，我敢若缀袂着时代。所以吼，我甘愿头顶买着俗的物件，买着假的物件嘛袂要紧，我就一定爱买物件。所以这12年来，互人感觉讲即个双11是一个消费的气氛，但是即个气氛，大家拢知影讲吼，做侪人买着的吼。假物件唔敢讲，买了偏伫遐做粪扫的嘛唔敢讲，退货嘛一堆。所以我相信吼，今年虽然讲疫情的关系，这个消费是正常的，但是大家对这个双11的这个光棍节的这个意义吼，大家感觉讲，敢有一定都爱安尼？因为这12年来吼，讲实在，我个人嘛唔捌伫个，虽然我嘛单身，但是我个人。绝对唔捌伫咧双11去买物件，讲我今仔日若无买物件，我就缀袂着时代。我感觉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啦吼，所以咱嘛讲着吼，这个双11有当时啊真正是这个碰风水鸡太无肉啦吼，啊真正的这个部分来看，有当时啊是空的啦吼。店头家安怎甲看吼，拢是这个吼这个平台趁过吼，通路趁去较济啦吼，所以这个钱积地。但是咱嘛讲吼，这回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啦吼，有的人真正是踮厝里咧消费嘛真济啦吼，啊其实咱讲吼。那是中国、台湾遮嘛看到这个双11吼，嘛要抢，咱看到过去这个电商吼，咱台湾过去嘛无这个节日啦吼，但是这回拢咧拼这个介绍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吼，这回嘛有人讨论讲，这个刺激经济甲这个吼，恢复咱讲经济这个元气到底当透过这双11无？头拄啊，这个玉珍姐安尼讲起来，应该是无啦吼。尤其佫是啥物，就是过度消费尾啊，退货这个部分才刚开始尔吼。但是咱嘛看到这个风险伫倒位，咱佫先请玉珍姐啊。所以吼，咱看到这个双11吼，其实真正足侪人买了，感觉足后悔，感觉讲，我买这是要创啥？我感觉吼，为着要赶流行，今仔日若无消费，我就感觉讲吼，安尼我枉费着讲啊，情人节我就一定爱买一个这个情人节的物件，这个什么感恩节我就一定爱对感恩节安那，所以光棍节、双11我嘛一定爱着对人买一个物件，其实买啊。
退货，啊尾也感觉讲啊，这个物件消费，我这个消费是错误的，嘛真侪。啊，上重要的是啥物？上重要的是厂商，足侪人是会利用这个时间讲，哦，啊，我着推出一个物件。足适合高端的人，所以伊可能会赚到钱。但是足侪物件杀去了，感觉讲，我卖愈济嘛，无一定会赚钱。卖愈济了愈济，比如讲吼，有人为着要去这个平台，厂商就是讲你要供货互我吼，你着爱拍几折。所以这敢若像吼百货公司佮超商，你若要卖物件，你若要做促销。你就讲，我这是买一送一，还是讲拍6折、拍几折？啊，所以对这个供应商的成本都提悬，甚至有的人讲，我这是为着要宣传的，所以我无了钱，甚至是无趁钱，甚至是了钱，我嘛着为着要这个双11双11这个节日，我一定要送物件互人买，所以这个物件就变成讲吼。愈来愈贵，愈超贵，愈泛滥，所以感觉讲失去这个光棍节，互人感觉讲真正是要安慰这寂寞的单身这人的意义吼，因为做这物件拢唔是参单身有关系嘛。所以咱咧讲吼，有当时啊，这个节日甲过去吼，伊这个原意吼已经有这个争差出现吼，走精去啊吼。所以有当时啊，这个节日咧，甲原本伊的这个意思吼，真正是吼有争差吼，咱嘛好做吼走精去啊。但是咱佫看到这个双11吼，真正伫咧1993年啊，迄当阵这个中国的南京大学一个大学生吼，就甲即讲，咱头拄嘛讲到4月1吼，做铁机啦吼，啊铁机啊，佫真正3月4的这个罗汉卡吼，就好做华语的光棍节，伫咧网络甲媒体吼，伫咧安尼互相踢起来，安尼就开始流行起来吼。但是这个流行起来，你以后哇，商业的头脑都要甲藏入来，商业头脑藏入落去，咱讲吼，这个中国的这个淘宝也好，啊，甲伊的主品牌天鸟啦吼，咱嘛看到讲，甲即讲吼定做是双11吼，买吼，这个狂欢的这个一个节日啦吼，讲嘛是讲一个人嘛是爱真快乐，但是咧，这个消费文化吼，到尾啊，因为这个过去咱就讲吼啊，中国就是这个假货真济啦吼，但是嘛是因为这个假货咧，和美国咧，这是这个吼真歹名声的一个市场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2013年台湾就开始咧对吼，这个雅虎、奇摩这个买这个网站吼，嘛开始咧对啦吼啊，所以咱嘛看到讲买手哇，这个某某富邦的这个部分，富邦啊个 PC 好嘛对咧进吼，所以嘛已经发展过下这个咱讲伫线顶也是线下吼真大型的这个一个买这个节日的吼双11。另外，咱嘛讲吼，敢若亲像这个美国过 Thanksgiving 这款的这个概念来讲。内底有这个 Black Friday 啦吼，这个欧式的这个买这个一个节日啦吼，但是这个节日延伸到咱台湾，今仔日就发生这件代志，咱头拄嘛有讲过咧。伫咧双11这一天啦吼，某某这款的电子商务这个平台，要拼册拼介绍，6这6吼，真正这个出版社、出版业者，也是讲册店，这个真正挡袂落去，先做来看。详细的介绍、独家的组合，还佫有送物件。各大电商伫咧双11购物节，要抢佫较侪订单。当然卖册嘛拼甲真厉害，拍折拍甲6折，还佫有万外本的册拍50点点的活动。对实体的册店来讲，尤其是独立册店、细型的册店，还佫有规模较细的出版社来讲，影响是真大。最后站就是割喉战，资本够大的人他又来玩这个，他也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反正他自己就先赔一点来抢市场。独立册店上市文化伫人面册标示，甲合作的购物网签约拍7、9折的合约。不过，却发现讲专款的活动，一本册拍折的优待是比原本约定还佫较低。虽然因甲经销商无增加另外的负担，不过这并不是好的运作模式。册到宣布合作结束了后，几啊间独立册店嘛串联1111册店休困的活动，目前已经有40间响应。书的商品如果打折的话，是有很多扭曲的，那个扭曲对于出版产业是不好的。那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出版产业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把它跟一般商品来就是完全等同？如果完全等同，那就算消失了也没什么可惜的。詹正德讲，串联的活动是想要让更较侪人去思考，无公平的竞争对出版产业的伤害。因若对这个行动，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双11是商业行为。会尊重独立册店，无用促销的方式来依护文化产品。因若独立册店进货甲成本相关的困境，文化部一直拢有伫咧协助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嘛讲到这是一个商业的这个行为，但是商已经造成啊吼。首先，咱先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创办人啦吼，来甲咱简单吼
回应者，你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你安怎来看这件代志吼？内底这个眉眉角角呢？多谢。我先说明一下吼，我今日来遮，敢若代表阮这个栾树下书房吼。OK。因为这个阮并无参加这摆的购物这个某某这个休业这个串联哈。OK。串联应该是以他多这个友和书店的张正德先生伊讲的为主哈。我是讲为什么册店这摆的反应遮激烈，遮激烈哈？以前咱讲博客来新书7、9折。是。阮这独立册店去甲友善书业合作社进的成本是7折。7折7、9折还够利润。但这摆这个电商这个某某电商66折，书籍66折，等于是这个压到成本。咱独立册店安怎赶都赶袂赴，所以这摆会遮激烈，应该是有这个原因。是你先看到的，就是讲吼，这个咱讲这个下介绍到尾啊吼，真正会互这个产业来去帮伴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产业这个问题吼，绝对嘛毋是一个一两工的这个问题啦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社长吼，安怎来讲吼？有当时啊，咱嘛讲哇，这个出版业吼对这届是真伤，但是有当时啊，这个搁有无共款的看法吧？我是觉得。因为我们自己的书，我没有经营某某，那我们没有经营某某，是因为经销商我们自己的只有主要的经销商，他是叫我们不要进去。OK， 那是因为我进了某某之后，我其他的通路就会受到伤害。这个是完全就是商业策略的问题。是，但是今天我觉得独立书店要全部串联起来，不要做这件，就是抵抗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战场不在这里。就是控这件代志，抗议根本都卖去做。好，如果你要抗议，那你是不是要有诉求？你诉求的目标是什么？某某会痛吗？不会嘛。消费者会有感觉吗？不会啊。那你最后你就只有自己鸟兽散，这其实是很伤的事情。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书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搞不好你今天就少卖好几杯咖啡，因为现在独立书店对我而言，它并不是真正的书店。OK， 现在独立书店必须是它不像我们以前所认定的书店了，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景观。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观光景点来看，而且你去那边找的都不会是新书，都是特殊选书。你有特殊的题材，你自己有一个经营方向的那个书，你是在那边找你看不到的书，所以现在的独立书店其实是这样子的走向，它比较像是一个博物馆加图书馆的一个概念的，它是给你观光用的，当然社区型的还是有，但是它毕竟很少，但这些都跟台湾的整体书市的产业的营业额来讲，它不会是一个大宗。OK， 就是讲，若是拄到这款这个拍66折电子商务平台，头拄啊，咱讲这个社长这个看法就是讲吼，遮咱讲独立册店伊过去这个经营这个站面吼展处已经改变吼，伊就是这个复合式的这个吼，咱讲是博物馆也好，还是讲你会当做一寡啉咖啡啊，亲像乱树骹安尼吼，会当去做一寡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啊，甲吼有特色的这个选册来吸引讲吼真侪消费者入来。啊，这回咱讲较要义的是这个社长烦恼讲吼。啊，现在这个独立册店，因为这一天，你的这个诉求伫倒位，啊，你吼真正这个消费者刚好要甲你插，吼，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咱阁先请这个咱讲这个创办人吼，其实头拄嘛讲到，这个独立册店应该爱有这个吼，可能伫这回这个诉求较无遐尔明显，但是咱嘛阁回过头，这是一个产业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吼，真正这个吼源头出伫咧倒位吼，嘛才有这个独立册店这回反应遐尔大咧。我可能要先澄清一下吼，他说校长可能对这个实体册店、这独立册有地方误解。即马独立册店当然足侪，伊是纯书店哈，伊产蛋经营，然后它还是以书为主哈，以册为主哈，所以伊的册嘛是毋是讲外口无的，好，即马大家拢因为透过这个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哈，会使进足侪咱市面上嘛有看到书啊。为什么独立册店有一个就是讲你会使看到实体的书，会使当场观，迄个体验，那个体验它 experience， 迄个体验是你伫个电商找无的，你看到实体书，你摸到册的温度，你看到是你现册。好，这个仪式，好，这个是咱电商无法度
提供的哈。好，咱以前讲电商会使，啥物拢会使提供，啊，唔知会使汽水冷气哦，当然袂使哈。是。啊，另外咱就回到正题，说这个电商即摆安尼一个下杀，当然伊要抢这个市占率，啊，市占率这的商业手段无可厚非啦哈。是。啊，但是咱想看嘛，有一天咱这个平台壮大之后，咱行靠迄个啊独立册店，还是讲咱倒位相关企业册店，啊，咱还是讲咱今日要去啉一个咖啡看一个册，迄所在无啊，因为拢去有电商迄垄断，是，咱想看迄阵仔的情形会安怎？可能是迄个电商来决定讲咱要看的册。哇，这就代志大条啦吼。咱想讲，咱几年前咱这元丰边的册，是去有一个大型连锁书店封杀，好连锁即摆伊嘛一间一间咧收。对啊 ，OK。到迄时阵，好，咱因决定啥物要进，啥物无爱进，迄阵啊，哦，主持人讲的代志就大条。有影啦吼，当通路吼要决定你要看啥物的时阵，啊，若是讲吼，啊，通路嘛是决定这个介绍安怎定的时阵吼，咱真正吼这个部分都爱个好好来去思考吼。但是这回这个代志，头拄仔这个社长安尼讲起来吼，就是讲这个独立册店无应该安尼来去做一寡这个诉求，但是规个出版业者。嘛是真歹度啦吼，就是讲吼出版的啊，拄着咱讲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平台嘛，毋是一两档，也是这是10外档来吼。咱讲若是这个亲像这回这个某某以外过去吼，咱嘛看到讲统一有这个博客来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嘛毋是一天两天的这个代志，但是咱阁先请教你啦吼，就是讲那毋是这个独立册店啊，其他出版业者敢袂当阁发声一个咧？那针对这个拍这个问题，我觉得。出版业者能不能发声？出版业者应该要发声，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跟日本或法国一样定那个新书保护折扣 ？OK， 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免税的问题。那我们自己是内容制造业者嘛，那可是对于通路，我觉得通路的战场，出版社要不要介入这个平台的战争？我觉得可能要思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供货的人。OK， 最后我们希望是说。哪一个通路可以接触到对错消费者，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头拄仔都亲像你讲的，有人叫你卖去倒位，对，啊，这要甲咱讲吼接触到更较侪这个消费者，是讲读者来讲，嘛是有这个矛盾伫咧。是会有这个问题啊。那我只能说，就我自己的领域，我们自己的领域，我就有这样子的，因为我做的是艺术类的书，我做艺术类的书就有遇过。像我自己出版社第一本书就是中国的书，就是被中国禁掉的。OK 啊，在中国不能出，那反而来台湾出。那这种情况下，可是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是通路有可能会影响所有读者要看什么书，我们的选择会被他们控制。可是如果今天如果通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是读者会反扑，让通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这个是说，但是那个不是我能够期待的事情，我只能期待说，我今天手上，我只能在我这个角色上面，我要做这件事情，我针对这个内容，我好好把它编成书，这是我唯一能够，以及我应该要让我的书让最多人需要知道这个题材的人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在这里，我只做这件事情。不一样了哈，咱继续搁请教玉珍姐啊哈，咱嘛讲到哇，这回这个代志哈，引发到这个40外间哈来串联来做抗议啦哈，啊，但是有真侪种讲法啦哈，就是讲这个诉求可能无效，啊，但是咧其他这个通路嘛发出这个家己抗议的这个声音嘛，拢有这款这个声音，你安怎看咧？其实吼，我看这个代志吼，是代表讲吼，因这个独立册店吼，为着生存，就是讲你这个某某这个电商的平台吼，你若要甲我抬价销，啊，等于讲你想要对我遮将这个咱大家去市面上读册看册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吼，会改变，所以吼。大家后日若讲啊，我若伫即个电商的平台，会当买到较俗的册。啊，我今年度每一年度内面，我要买的册，我就伫即天，啊是伫即个时间买就好啊。我就袂去遮个册店讲啊，我都今仔日有闲啦，拜六礼拜还是暗时，我就伫遐细看，我要介意最近新出的什么册吼，就是消费行为，你买册的行为会改变。所以我感觉就拄啊像创办人讲的，就是讲你即马那要甲我抬价销，讲本来我就7、9折，7、9折，我就已经利润有限啦。我的成本就7折，你要甲我硬抬价
676，我等于买一本了一本，这无这个道理嘛。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讲，电商你要甲我有这个平台，就表示讲你要直接你大量进货，你大量进货了，我这个册店，你等于讲你取代我这个册店的这个就是因会当做的，我电商我某后日直接进。我免透过恁遐啦，所以等于讲因就会无法度生存。所以咱后日来看到讲伫个全台湾你讲哇，这间册咱会当落去内面掀起来看，看最近有出啥物册，排行榜是啥物，即卖即个流行的物件是啥物？你若要去册店，可能就失去这款的这种消费的习惯，因为电商要甲你抢这个市场。我看到的是讲，为什么这40几间要来支持、要来参与这件代志，就是讲你若无发声，这个册店会互你用这个66折的价销，甲我消灭。我1间、2间、3间倒来了，台湾的册店会愈来愈少，少到可能这个某某个这个电商讲我都家己开一间旗舰店就好啊。后日咱恁就照这个时间来，我这个册店的电商买就好啊。所以这个独立书店就无法度生存。我感觉这是一个生存战，这就是我要继续活落去，我就只好一定要抗议。若无，我可能慢慢第一遍、第二遍，照这个继续落去，我可能第3年我就倒啊。有影所以即阵咧拼这个市占率就是讲这个某某也好，但是伊嘛先背回来讲这就是这个双11毋是一个常态的一个促销的这个行为伫咧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真正这个市占率一个徛遮久、徛遮在的这个时阵，伊就法度决定你要看啥物伊要卖啥物册，互你这嘛是一件真重要真危险的代志。除了危险咧，伊嘛是反映讲这买手可能伫咧定价销这个时阵伊安怎来去定价销过去咱讲有拍这个7折9这个部分，即阵7折9。但是咱的这个利润遮尔薄的这个时阵，应该会使有这么定价机卡的这个所在，咱阁继续请教创办人。这个我呼应玉珍姐她都讲的，咱66折，伊是讲今日尔啦。是。伊也是试水温，伊也连刚来讲，我常态66折要安怎？可能咱受伤嘛是咱出版社。是啊。咱出版社当初因为咱这个。呼因应这个大型的书籍电商平台新书7、9折，咱的价销，咱的出版社册价销拢扭曲了，扭曲啊，因为你拍折，你也300块拍折落来，无啥物利润，只好提高价格到35。是，你35我38。OK， 咱书价一直高涨，因为拢消费者因为。已经习惯拍折了 ，OK， 所以讲这第一，咱这个拍折的习惯，一旦已经养成，咱基本上都很难回不去了，都变成咱这个册价拢扭曲，没有反映那个实际的价格了那他都咱看文化部长拍摄讲，伊尊重这市场机制，咱嘛希望讲这个。咱这个主管机关要监控一下，因为这不是干那册店的问题，还包括上游。是，我头先讲这上游出版社的问题，我本身嘛是有出版社的业务啊。是，所以讲这个伊打66折，这摆虽然讲无去影响到出版社的迄个利润，但是伊也有一天伊讲常态66折，咱要来营上游，我们书堆在仓库那么多。囤货嘛是一个压力咱卖一本是有现金转来，咱是不是会退让？会退步会妥协？所以就是牵涉到这个上游的产业的问题。OK， 头拄啊，这个书底下其实创办人讲到过去一本册啦1页是卖这个1块啦所以这嘛代表是这个定价差不多你若是180页，就是差不多180块以上。咱讲这个册价是安尼定，头拄啊嘛讲到这个定价这个模式，过去就是有这个店主专门咧卖册这个网站，伊就拍这个7、9折，所以咱讲真正一本册若是原本180至200，安尼拍折落来差不多是这个160块啦
但是这个消费者有这个心理讲，啊，我就要买到这个拍797的这册，但是伫咧通路无利顺，还是讲这出版社无利顺，还是作者无利顺的这之间定价，就搁甲你塌起，嘛是讲吼，这件代志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创办人，过去恁安怎看这个定价啊，甲即阵差偌济咧？哦，这个，因为我是差不多成立，这出版社成立12年吼，是，所以讲无法度代表这个大部分。那以阮来讲吼，就是讲这个，一本书的成本，就是主要都是版税哈加印刷费，哦为大宗啦，吼。但你其他的支出，你有迄个管销费用嘛，吼，你爱储水，你爱迄个水电费，是，吼，这加起来，你这成本其实以前卖迄个透过代理商的这个车利润是真少啦。但是尤其是即卖这个书籍市场越来越萎缩，量都减少，所以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辛苦的行业啦，好，可以真正辛苦的行业，咱继续过来请教社长啦吼。这个辛苦的行业，咱看到这回这个代志嘛，代表讲有人会出声，有人发声，但是头拄仔你的这个意见看起来是无遐尔赞同因这回这个做法啦吼。但是为着要健全这个咱讲册市也好，这个市场啊建立好完全，抑佫有啥物办法啦？会当讲吼，这个做这个册店做出版的人一寡吼方向咧。我刚才全部内容，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部长的意见吧。OK， 我呀。如果说这个东西他说尊重商业机制，如果要尊重商业机制，文化部不需要存在嘛，那他的部在干嘛 ？OK， 对啊，那商业要有商业司就好了，或者说有经济部就好了嘛，怎么会讲这个？他的角色怎么会是讲要尊重商业机制？我不觉得这个是正确的。那要么的话，比如说针对独立书店，它应该有很多。比如说，我认为说，像之前已经确定我们书可以免税了，好，就是在明年。那现在我觉得文化部已经有一些方向，那他要不要把它落实？包含刚才讲的新书折扣这件事情，把它定下来。如果它可以的话，其实对出版业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抵抗所谓的数位跟通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出版社不会单纯只是出版社，那书店也不会单纯只是书店，那尤其是那我书店我就不讲了，我就讲以我出版社来讲，我自己出版社，我每一年我出的书只有2本，但是我为了宣传这2本书，我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OK， 为什么？因为我做一本书要2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是翻译书，我以后做的是自制书，我也都要3年以上的时间。如果我生一个小孩，我要花那么多时间，那我为什么养他？或者说我行销他，我销售他的时间，我只花1个月呢？我觉得这是目前书市比较，就是出版业可能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必须一直出版新书，却没有好好的行销新书，或者说把一本书真正的内容让大家知道，这个才是最重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眼球，所有的阅听者的眼球是注意力是极度分散的。那你必须要一直努力的曝光自己所有的一本书的优点，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的读者，你才就去媒合到你的读者，你的读者才发现，因为这么讲好了。以前我有糖尿病的时候，我可以要去买书。现在我不用买书，我 Google 就好了嘛。OK， 对，那问题是，那 Google 跟你买书的差别在哪里？买书是经过编辑整理的。刚才创办人有讲，但是就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来讲，我们现在最重要都是在编辑跟行销的力气是一本书最花钱的地方。OK， 其实对我而言，版税不重要。版税真的不是最贵的。那个是那就是有点像是，那就是房租，你就是基本要做的东西。可是剩下最花钱的是那些付不出去的钱，就是你所有的时间成本。你每一本书你要怎么做行销，你怎么办讲座，你怎么样跟书店合作，这还有你在粉专上面你要怎么样子宣传这一本书，它到底有几个面向，
就跟佛经一样，你要一直讲各种方法，那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所以咱讲吼，这个册吼，这个面向啦吼，真正是真阔啦。尤其咱讲吼，做行销吼，即阵吼开恁真济时间吼来去做这个推广的。但是咱头拄仔讲，行销是一回事，这个内容嘛是一回事啦吼。但是文化部若家看讲这个册的这个市场，若是尊重这个市场的这个机制，啊，对文化本身做的是个文化产业的这个内容来讲，其实嘛是该上咱继续请尤真子。是我感觉吼，这件代志吼，咱会当做甲吼，应该是双赢，唔是武甲双输。吼，我感觉若双赢佮双输，这个选择就是决定讲，这个独立册店啊，佮文化部这个态度，就是免啊做甲双赢。我先讲吼，应该正确的态度，就是讲 ，OK， 这件代志伫咧双11要来做这个，要来做这个算讲行销的一个活动。但是你是毋是会当选择讲，这是一个行销，啊，这个行销会当帮助这个册店，会当互因经营，佮因的这个这个业绩愈来愈好。就是讲，你将即工当做一个行销，所以你的物件一定是讲某一部分有适合这个双11。单身吼，某一部分的产品，我是摕来做行销，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有限制某几项，唔是讲我所有的册我都进7、9折啦，你叫我互你6折，我都咧要做了钱的生意，我都无咧瘾头个，所以无这款的生意，了钱的生意无人要做，所以你若用到相似的方面，就是讲你硬要甲我压6折。所有的物件，我要甲我压到6折。你讲干那一工尔，后日也袂安尼。但是无对的物件来做，啊，所以引起我抵制。我抗议抵制了，后日咱的机会，这个册店要参这个平台合作，不管是平常时，还是讲这个节日，大家关系拢拍歹啊。所以。安尼就拢卖往来啊，安尼就会变成双输，所以我感觉双赢佮双输，敢若像讲，咱为着要振兴这个消费券内面吼，咱要鼓励大家运动，所以爱有动资券啊，动资券有做什么，就是你袂使讲啊，我动资券吼，我就无政策吼，无这个营运的方式，所以你若要做甲会当双赢，就是讲你爱帮助啊，佮爱配合。这册店本身的这个特色，所以爱摕一寡讲符合这个双11这个节日，会当互大家有兴趣的物件。啊，咱限定这个物件，伫这个双11来这电商的平台来做讲啊，就是今仔日啊，这个物件伫这个平台上属，所以咱今仔日伫遮买，就会当赚到。啊，这个册店嘛会当因为安尼讲，我这边的出货，对，我讲这边的出货，我的业绩增加，啊，我这个业绩增加嘛是赚钱的，唔是卖一本了一本，卖一项了一项，安尼才有下计小啦。对，安尼才有才调好，这代志变做是双赢，唔是讲我抗议，我抵制，你要害我了钱，我就甲你就甲你。切落嚟吼，啊，大家以后拢卖合作，安尼就变相输。有影吼，所以这个玉珍子已经吼，这个电商平台一个大方向吼，买手吼，若是真正要做行销，啊，真正爱帮衬到，咱讲吼，真正伫遐苦，这个挡伫遐的这真辛苦的这出版业者，也是讲独立册店吼。继续咱个先请教这个创办人吼，其实你今嘛有炸着咱家己出版的这个册吼，啊，搭配着这个吼，咱讲吼，这个明信片吼，就是讲咱的这个促销的这个方式。恁阁有啥物撇步无？我就是这个，头拄讲的双赢吼，出版社甲实体独立册店双赢。阮最近出版这本书，拍摄打书一下哈，这个文化哈，台北老屋三生史这个这个书啊，这个书阮伫咧发行的时阵，阮就透过这个独立册店专属的哈，独立册店甲有就送他一套这个老屋这个明信片哈，好。这都是讲就有个区隔哈，就该电商就没有了，网络购买就没有，但是你到独立书店，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书是罗贝的哈，罗贝的书，那可以翻平的哈，制作的怎么样？大家你这个书你在博客来或者你在电商你就没办法感受到这个书的它的设计啊，那。还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到独立书店有专属的这个赠品，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透过
也希望这个出版社大家都能够透过跟独立书店合作，好，这回商业合作啦。这会使专属啊！我头拄讲文化部是卖册会使免税啊，你若讲去这独立册店，去实体书店买书嘛会使免税，迄个报税会使控制，抵免的那个所得税。我看这嘛是一个突破的政策，大家鼓励大家去实体书店，不是讲当然博客来伊嘛有发票，拢会使公司拢会使抵税，我讲个人的部分，个人会使去这个独立册店，这就是咱这个可能政府爱政策爱参考的所在。是啦吼，所以头拄啊，自这个社长开始啦吼，嘛有甲这个文化部来去建议吼，所以伫这个机制方面绝对唔是干那吼市场去决定伊所有的这个一切啦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吼独立册店也是讲啊，一般咱讲专门咧经营这个艺术这个品牌这个阿胶社啦吼，嘛是共款伫遮啊，这几档头拄你嘛讲到拼真辛苦啦吼，但是咱的这个想法吼，安怎透过这个家己吼行销的这个方式，佫互伊佫较大拍尾咧？怎么透过行销？我大概整理一下，就是说，现在出版社在每一个出版社，它有一个自己的路线。那这个出版这个路线，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要开这样的出版社，就是因为我在这个产业界大概快20年的时间，我就会知道说这个业界的人缺的是什么，以及不是这个业界的人，比如说不是艺术圈的人，但他想要认识艺术圈的时候，他会的痛苦是什么？那我们就做这样子的出版品。那做这样出版品的时候，我不是书，现在的书不像以前，我们在20年前，我们书出来其实你就基本上就是3刷，就是3刷是很正常的，或者说2、3千本，第一刷就是2、3千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每一刷只能1000本。OK。然后我们的客户是画廊或美术馆，他们是没有刷次的，他就只有一次，然后一次就是200本或300本或500本。他们那个是艺术类的书，或者说大画册，那就是完全另外的一个世界。可是当我进入纯粹出版市场的时候，我们要行销一本书的时候，我单纯就是我能不能？我觉得艺术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让有痛苦的人解决他的痛苦 ？OK， 就是他看不懂，那你告诉他怎么样可以看得懂？他觉得这个很贵，没有这个价值，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它有这个价值？是。那这就是说，你在画廊、你在美术馆上班，你没有工具书，刚好台湾缺这一块，那你要不要引进？那引进了之后，你不是只有引进，然后出版就是放在博客来或诚品书店，你要到处去宣传。OK， 对。那但是我们现在有线上平台，其实就是说，我们有 Facebook 或者是有 IG 或者有各式各样的社群管道，这是新时代的出版人可以用的工具，他必须善用，而且他也必须认真。你在上面做的事情不可以少于你自己在编辑上面的功力。OK， 有影啦吼，所以这各方面拢爱去真放心吼，也是讲真用心吼，来去做一寡推测吼。搁一个咱来回顾吼，就是讲这回现在是事件参加和这个独立册店这样万册啦吼，就是讲真正咱看到这个碰瓷文化吼，这个胡志仁伊姓赖啦吼，伊就讲吼，伊的这个出版品哦。本地要伫这个某某家吼来去这个上平台啦吼，但是伊买手嘛是决定吼要退离家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伊讲甲这个合作的这个电商啦吼，合作备忘录吼，讲本地要7、9折，但是因本早佫啥佫要甲遮这个吼来要拍到6折。遮这个趴数吼，伊拢要来去完全来吸收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自这个出版社无愿意支持这个销售这个方式吼，自电商平台来去撤离了后，咱嘛看到吼其他的这个响应抑个这个红气球这个册约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希望文化部会当推动吼，实施着新册这个介绍这个一个规范哦，头拄咱嘛有讲过吼，限制新册伫一定时间之内吼，会当拍这个介绍吼。真正折扣啦吼，唔好讲吼，或者个小型讲较细型的这个册店，也是讲吼，真正是那是安尼修正落去，变做是这个牺牲者吼。虽然看到伊嘛做出这款的这个声明，但是文化部真正唔好甲它当做是这个经济书安尼尔啦吼。所以咱个请教这个玉清姐啊，因安尼声音其实嘛无唔对啦吼，但是咱讲规个整个这个产业来看，其实册这个部分真正是一个生理。
但是这个生理安怎个永远来推广落去？这个生理吼，我感觉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这个行业。是。因为吼，即马大家拢知影讲，这个手机啊，吼，啊个电子书，大家拢伫头顶看得好啊。是。所以即马嘛有这个叫做电子书城吼，啊，你只要加入去会员，啊你一个月100外块，吼，一个月130块、150块，你就逐本册拢会当看。所以在这个看杂志啊，看册。变成一个非常平价简单吼，透过手机啊，你加入会员，你就会当做足侪代志的吼。所以你讲一本一本的册要卖，无遮尔简单。所以我看到这个业者的声音，就是讲吼，我新出一本册，我最基本的就是新册的时阵，那7、9折，就是包括通路，包括电商，我拢会当控制一定的价销，安尼。这个作者搁在出版人来做这本册，我为人讲写一本册，比生一个囡仔搁较艰苦，搁较困难。所以你袂使互这个心血变做是讲，你用这个消费竞争，用这个电商的这个杀价，来伤害到这个册出版的用心。所以我感觉讲，大多我就讲，若要双赢，双赢就是讲。咱伫即个节日的时阵，吼，包括双十节啊，双11节啦，啊个情人节，个什么母亲节，你要节日哦，你电商要推这节日的促销，你就爱过路讲吼，即个物件符合即款的节日来做促销，安尼才有意义。所以你若讲普遍哦，我最近都当啊出大多啊。创办人讲，我最近都刚刚出一本册，这本新的，我的独立书店，我当下咧，互大家希望来我的家，来我的册店看这个册，哦，啊个有特别的礼物。但是我伫咧独立册店内面要做这件代志的时阵，你电商甲我拍较俗的，啊，等于同我拍对台，安尼我就免卖啊，我独立册店我就关起来就好啊。所以这就是讲，大多我讲的要安怎。做双赢的代志，但是你若选择了唔对，你若政策唔对，你就会变成一个相输的代志。所以包括因提出讲新册，为什么要定这个标准的价销？吼啊，所以这就是基本的保障嘛。这个敢若像吼，咱的酸啊，咱的土豆，这叫做吼农民遮尔啊辛苦，所以咱有这个基本的价销。吼，土豆一斤都要偌济，这是基本的价销。猪肉一斤的价销偌济，这是基本的价销。所以保持这个册新册基本的价销，袂使黑白拍价吼，才袂互遮出版的这个芯片，互大家这个促销，互大家安尼为着要卖物件。啊，将这个芯片甲拍歹去。是，有影啦吼，这个竞争的这个平台也好，也是讲吼，甲册竞争的这个媒体也好啦吼，其实是真济。所以伫遮吼，咱嘛讲过去吼，这个册店实体是一间一间收，啊，即阵出现咱头我有讲到这个复合式的，亲像讲独立册店因的这个经营模式吼，嘛是一个新的这个方向伫啦吼。所以咱嘛阁有整理到吼，这个网络册店咱吼看到真济啦吼，啊，过去因真正吼，这流通吼真利便啊，咱嘛头拄仔看到讲，这个双11时阵因用这个机器人去送货啦吼，还是讲吼去扣货，啊买手再用这个流通的这个方式，啊去到这个吼便利超商来去提册啦，还是讲提物件，提你买的这个物件吼，所以咱嘛看到讲网络册店伊就是遮尔啊方便的这个物流的这个产业结合来而成的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大型的这个连锁册店，咱嘛看到讲进前吼，真正是龙头地位，这个嘛是一间一间收起来。尤其咱嘛看到这个内湖遮嘛是收起来吼，所以伊虽然有这个无共的这个折扣，还是讲促销的这个方案吼，啊嘛当讲吼用到这个价销较低这个方式来去买吼，啊但是这个独立册店嘛是歹加入啦吼。但是咱看到电商业者，就是即回某某即款下价销的方式，虽然伊讲这毋是常态啦吼，但是嘛是会致使讲，或者出版业者。独立这个咱讲的这个册店来讲吼，真正是较歹生存吼。过来，咱个请教这个创办人吼，所以咱咧规个来看吼，这个册是你感觉是哪来哪侪人看，是哪来哪少人看？啊，伫这个哪来少，咱个有法度什么方式来个去做一寡这个突破无？当然，这个书籍市场是愈来愈少啦。是。突破就是出版社出好书。独立册店进好书。OK。独立册店有一个足大迄个特色，就是伊选书。咱主题式，咱独立册店有诶，大部分拢强调这个台湾本土，是台湾本土价值。有诶册店是
吼，迄个环保的，啊有的是移工的，有的是女性文学，有的是迄个各种主题式的。好，这个就是有一点市场区隔了。好，那大概大家都现在都在朝选书方面，选好书跟读者推荐，跟客户面对面沟通，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当然，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哈，昨天这个串联之后，那突然有一个顾客到我书店买了10本书，买10本册，买10本册。我知影伊是看到这个串联，好，应该我有了，看到这串联来支持，支持伊其实要好煮的人，伊不在乎打折，伊是吴明义的读者，伊是迄个白先勇的读者，伊根本都无500块一本就500块，你就买啊。啊，伊内底有一本书是镊子伊的精专本500块。啊，我搭这个第一脸书的时阵，下骹都只讲哦，即摆那迄个镊子变遐贵。我咧约这个顾客，其实伊厝内伊的几啊套哦，书个可能有几啊版啦，几啊版。所以讲，咱这书会使甲经营做一个艺术品。大家珍藏，珍藏。你读后，我们拥有它。刚我们看一个世界名画一样，好，那个米勒10岁，我很喜欢呢，我也买一个，当然是复制品，哈，我喜欢拥有，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啊，就是大家这个能够促进这个销售的方式啊，那可能当然。那个等一下会讲到很多多元的、多元的这个册店吼，咱嘛先来介绍一下。咱讲吼会当透过这个特色吼，结合到这个册这个经营，啊，有台北市天母的这个书路啦吼，啊，另外这个医圣师这个书房吼，这个册柜啊，水牛册店啦，啊，有新北市淡水有河北啦吼，啊，台中市有这个系列人文吼，左西人文空间伫咧，啊，嘛当透过。举办咱讲讲座也好，读书会也好，读册会啦吼，啊开一寡这个心灵课程，也是讲吼工作坊啦。另外，台中市的这个左西人文空间吼，啊伊嘛甲这个心灵的这个册有相关吼，啊嘛讲吼甲这个在地农产品吼特卖所啦吼，还是讲咧用册来换菜，哇，这款的这个概念就是真好啦吼，用册来去换菜啦吼。另外，宜兰县这个员山乡吼，则嘛有这个小径。册菜吼嘛提供到这个 working holiday 吼，也是咧换这个大这个所在这个体验啦吼。啊，南口则有啥物餐厅的这个册屋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讲座也好，读书会也好，读册会也好啊，啊，有这个 working holiday 这款经验这个交流啦吼。啊，头拄啊，咱讲社长，你嘛则讲到吼，就是讲咱的这个出版品较专门伫咧艺术，啊，伫咧这个画廊也好，也是讲这个经营也好啦吼，嘛是一款这个主题式的这个经营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哦，真侪这个多元化这个经营吼，啊，真正挡会落无？你安那个看台湾的市场？其实台湾的人口2000多万，其实是一个很像实验室的一个规模。哦，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规模下面，你能够成功，你大概到其他。地区只要稍微调整也可以成功。我们其他地区是比如说你在澳洲，或者是说我是指同样也是2000万人以上的，比如说泰国或者是但是台湾的图书要输出，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版权输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大文化输出大国。OK， 那刚刚讲到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书是不是大家读的越来越少？我觉得。现在书是卖的越来越少，不代表大家读的资讯越来越少。现在大家读的资讯量比以前多很多。自这个网络来，自从有网络之后，我们吸收到的资讯，以前比如说我今天来这边录影，我得买地图册，我现在有 Google 地图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书了。对，那我就说我要查字典，我需要翻译的时候，我不需要查字典，我也不需要书了。对，工具书也不见了，就是说其实是那个功能被取代了，以前是书的形式，所以说现在我们看书为什么会变少？有一个大部分是因为有大部分的需求不需要以书的形式存在，那反而剩下的，那你说那为什么书还要读？是因为这么讲好了，因为你的手机里面有海量的资讯的时候，谁帮你筛选和精炼过重要的观点 ？OK， 那这个东西是书可以做的，所以说一个是书，第一个它可以做这件事情，第二件就是说。如果反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尤其是独立书店，独立书店里面只要是读者没看过的书，
都是新书， OK 不管新书旧书，但博客来跟诚品都大部分只看新书，只会卖新书啦。所以独立书店跟其他书店的最大的差异就是，独立书店它除了主题外，你可以看得到，你以前没有，因为我们一年有3、4万本书的新书量，现在有在减少了。可是事实上，这个减少的量，我就中型的印刷业者告诉我说，其实它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图书的企划编辑，就是选书人。我们在出版产业有一个叫选书人，就是大家在选书、选题材、买版权的这个选书企划的人，产品挑选的能力越来越强。OK， 这是台湾整体出版品质一直在提升的。那其实是因为市场逼你不能够滥出，所以说你只好要越精准投书。是，虽然讲吼，拣册人吼都是这个文化这个中人吼，来甲咱拣什么好册，好继续吼这个其他的咱讲吼消费者来看吼，真正咱讲吼伫咧网络资讯这样发达的时阵，册是有这个精炼过吼，所以看册嘛是真正吼，咱讲吼会当消化着真济，咱讲过去这个所捌的这个知识，但是真正这个有的这个知识，还是讲资讯是咱讲吼真正是吼较过时也好，还是讲吼真正吼无去用。这个体检过吼，咱透过读册这个方式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真侪个有真有特色的这个册店，就像咱过去嘛有紹介过这台湾的册店啦吼，嘛有专注伫咧本土文學吼，台中市台湾本土文化册店吼，嘉義市的这紅雅册店吼，嘛有性別女性議題啦吼，還有台中市家己的這個房間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講吼，濟出版社也是講獨立冊店這個多角化這個經營方式，那麼代表講吼，台灣伫咧即回啦吼，咱看到講這個部分嘛引起了真濟討論，但是嘛，互咱佫去思考到這個冊這個重要性。今日嘛感謝3位來賓，嘛感謝鄉親好朋友收看，咱馬上再會，拜拜，感謝。